看下頭度嘅影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幾句常用嘅對話。首先，也為係警察局交通隊好，這裡是警察局交通隊，您好。這裡是也為係警察局交通隊。好，這個隊呢，北部跟南部的說法不一樣。北部的說法是交通區，南部呢是交通隊。好，您好是好。那我們現在整句來一次咯。北市線的先，也為係警察局交通區好。南市線的說法，也為係警察局交通隊好。下一句。係罰單開唔錯，做得申訴。若罰單開錯，您可以申訴。若罰單係罰單開錯，您可以做得申訴。好，那我們現在整句來一次咯。係罰單開唔錯，做得申訴。係罰單開唔錯，做得申訴。下一句，做得到官方網站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您可以到官方網站用線上的方式辦理。您可以，做得到官方網站。到官方網站用線上的方式，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好，那我們整句來咯，特別難，要特別聽咯。做得到官方網站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做得到官方網站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下一句，係成功，錢就會退還本；如果成功，錢就會退還給您。如果成功，係成功，錢。好，客語的錢聽起來是3聲，那我們的華語是2聲錢。好，錢就會就會退還給您，退還本。好，整句咯。係成功，錢就會退還本；係成功，錢就會退還本。好，我哋今日一單嘢都送到一片嚟哦。